包地检署侦办金华城案，甲民众党政治献金案对郭文德提起公诉求刑28档半，包括芯片经应晓薇等在内，拢总起诉11个人。台中一台人案今仔日一审宣判，涉案的嫌犯，互人照戕害、危害公众、杀人未遂等3项罪，判10档有期徒刑。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2月26日的暗新闻，我是麦尚莹。政治界的大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就是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华城案，甲民众党政治献金案，对郭文德提起公诉是求刑28档半。这检方是认定郭文德等人，伊是甲人占超过6000万的政治现金，佮发现引用众望基金会800多万欺负员工的薪水。这金华城案甲政治献金案加起来，郭文德可能已经摕9000多万啊！但这两案的资料拢已经送去到法院，目前是等咧开庭，会决定这郭文德、应晓薇也佮有申庆金等人，敢会继续来受押。那本件陈审法官是魏武，是检方移送148宗的卷宗，八院开始抽签分案，选出负责的个别，要决定在押被告。民众党主席郭文泰、威经集团主席沈庆京、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前台北市副市长裴金星，含前瓜经总财务长李文忠5个人，敢要继续羁押。北检起诉的2大案，除了金华城案，另外一项就是民众党的政治献金案。马团东信集团总裁王玲玲、文化东方的董事长林明群等人来作证。检方认定郭文泰甲正常名流的捐款拢总侵占，家己用无欠入去政治现金的专户。在内顶唱歌跳舞，对募款演唱会 KP 秀，接搁到募款小物，郭文泰拢互北检控诉讲，民众管的只是政治现金，但是金流刷拢流去木库公关公司，有几千万这么多，毋若涉嫌公益侵占。各方认定讲去摕众望基金会800多万，用来纳竞办员工的薪水，涉嫌背信。这个风暴嘛，烧出郭文泰的政治现金专户申报的内容不实，对郭文泰、李文忠、木库公关的负责人李文官、会计师段木正，拢涉犯公益侵占、伪造文书等罪嫌红起诉，包括政治现金含金华城案。北检经过要7个月的侦办，约谈上百个人9案来说明。其中嘛包括立委黄珊珊和郭文泰因某陈培琪，这么专案终结，检方嘛向法院来追扣，也是追纳郭文泰的不法所得有9300多万这么多。主席，你要辞职了。郭文泰除了要面对刷落来的司法审理，防指控的北市科案、第一高菜鱼类市场台地公案和南港转运站 BOT 案，因为有真侪件案件，检方正在持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这检方即马是认定郭文德是收人1000多万的钱，互金华城的容积率会当扩大，也侵占到民众党的政治现金。另外，威经集团董事长沈庆京，也有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甲前台北市副市长裴金星，也有郭文德竞选总部的财务长李文忠，也拢全部互检方甲起诉，全部加起来是有11个人。检被请西到位行落来的人，都是民众党主席郭文泰，卷入2大案，包括金华城甲政治现金案，在押超过100天后，检方侦查终结，依照涉犯违背职务收乌西钱、盗利、公益侵占甲背信4大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刑累计达到28年半。科信被告有为市长就宣示条例所为之应恪守国家法令、不收受贿赂等誓词，及委员矫饰，饭后态度不佳。针对郭文泰台北市长任内的金华城容积率增加到847%个案，检方认定伊涉嫌收威经集团主席沈庆京以政治现金的名义，找7个人头汇210万块，做乌西钱的现金，搁伫自年10月19至11月初1某一个时间地点，亲身交付现金1500万的后下，卖下郭文泰的行动疑点，伊小的档案内底都有记录，2022 11月初1，姓名小沈。数字1500这个文字，涉嫌协助放水金华城容积率独立业者超过121亿。小心啊，小心！安全的部分有信心。在伫起诉过了后，被告律师嘛伫地检署出现，起诉名单原来有沈庆京、台北市议员应晓薇，互人控告收乌西钱超过5200万，协助施加压力。前瓜竞总财务长李文忠，也甲前台北市副市长偏金星涉嫌盗利罪嫌，拢总有9个人，互检方提起公诉。我们当然是希望以交保为最高。
北检找到的关键突破，都是偏新生地侦查自闭犯罪，也甲人当作被手套的前顶外开发董事长朱阿虎，也对犯行坦白承认，是得到原起诉处分。饭后尚于办公处所遭查获撕碎便条纸，其上指示共犯出境。郭文铁的大部分乌西钱，检方调查拢交由随行秘书柯志如保管，也为郭文铁办公室查到封掠嘴的便条纸，要求伊随出境，互人认定多方境外已经发布通缉，当透过司法互助者的管道，请求别国协助遣返回台。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受起诉，有一寡支持者是走去到台北地检署甲声援。另外呢，民众党也来开国际性的记者会，讲政府就是咧政治对杀。若准这郭文哲真正有收人1500万的乌西，这检方哪会无法度来交代时间甲地点呢？民众党的立委吴国佫唱发声讲，希望刷落来这羁押庭会当照正当的庭事公开来审理。黄色旗仔顶悬写放人，今仔日郭文铁明仔载任何人。这的支持者下晡开始到北检外集合，声援民众党主席郭文铁。今天柯文哲，明天就可能任何人，因为他根本没有证据，没有判决下来就关4个月，已经是很离谱了。郭文铁牵涉金华城案甲政治现金案，互北检起诉求刑28年6个月。对这代志，民众党召开国际记者会，谴责执政党政治对杀，北检无证据用到的滥权起诉，变作政治拍手。柯文哲不是一个会贪污、会受贿的人，柯文哲代表台湾369万公民拥戴的总统候选人，对柯文哲进行政治迫害，也等于是对369万人意志的追杀。林富南讲，郭文铁绝对未收乌西钱，不过枪是透过干部一项反对起诉书讲的，郭文铁亲身收1500万，不过讲未出来时间甲地点，用无明确的字、无证据的指控。说柯文哲亲自收了1500万，但是说不出来柯文哲在什么地方收受1500万，说不出来柯文哲什么时候收受1500万。黄国昌讲，希望台北地法院接押庭，依照正当庭事公开审理。针对北检指控郭文铁耍用账目基金会的捐款，民进党秘书长周如修回应，账目基金会的运作模式，甲民进党的新建界文教基金会做法差不多。众望基金会的运作模式，跟民进党的新境界文教基金会并无实质上的不同。为什么赖清德可以，柯文哲就该死？法院应该还是会站在比较公平的立场，所以我们会尽全力捍卫他的资料。针对台北地法院顶礼拜裁准郭文铁假是党主席的声明，周如修表示，到目前也无收到批。林富南讲，准讲有收到实质批，中央委员会嘛未接受，一定会等郭文铁回来继续领导台湾民众党。民众党记者会后，嘛向支持者行礼致意。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这前台北市长郭文哲已经互人起诉啊！伫咧金华城案的部分，这检方是求刑15冬。外界即马就真关注这金华城的用职奖励，敢会因为安尼受到影响咧？说落来，敢是会停工？台北市政府是回应讲，这2礼拜来会开会来讨论出一个结果。也那即个维京集团是表示讲，相信新建经的清白会等待法院来公正客观来审理。台北地检署侦查金华城案，2日终结起诉相关的人士，其中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涉嫌收乌西钱防起诉。国民党科技会证实，已经伫9月正式甲应晓薇停权。外界嘛关注金华城后续敢会停工。针对这点，台北市长蒋万安讲，事实到道就处理到道。我想我们都已经成立府级的跨局处小组，也是由李思源副市长担任召集人。我们也会针对如果起诉之后，起诉书的内容，整个案件事实到哪里，我们就会采取相对应的作为。接下来呢的2周之内，由李副市长担任召集人来召开行政调查小组会议，召集各个局处以及外部的专家学者来研究后续相关的处置作为。为着扣押不法所得，台北地检署9月底就申请扣押金华城土地，以防因脱产。台北地方法院捌2届裁准，不过拢去予高等法院撤销或者是发回更审。台北地方法院经2审了后，25裁准扣押在案。
针对金华城20%用这种类争议，拿了议员是共写批评。如果整个决策就是违法的，那这个容积、这个审议就是违法的。亡羊补牢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停工金华城。当时的容积的给予、都市计划的变更，只要有牵涉到不法的行为，我想这份都市计划的变更是势必要撤销的啦。那这个建造也要撤销的。威京集团发声明表示，因相信新主席甲当前的清白，嘛感谢外界的关心，会听候法院公正客观的审理。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的是，台中捷运太人案今仔日是一审宣判。20岁姓洪的嫌犯虽然讲主张家己毋是刁工要杀人，而且佫提出精神的鉴定，也毋过即马合议庭是无要信，落尾是照刑法恐吓、危害公众，也佫有杀人未遂等等3项罪，甲判10档的有期徒刑，专案要通上诉。今年5月21日，20岁姓洪的查甫人讲对社会不满，挑工选伫台北捷运地铁案10周年迄日，揸3支刀去坐台中捷运车线，伫车厢内一刀随机攻击，甲2个人扑着伤。台中地方法院26一审照刑法恐吓、危害公共罪、甲杀人未遂罪等3个罪，判姓洪的查甫人10年有期徒刑。被告所犯上开3个罪行，定应执行刑为有期徒刑10年。被告的犯罪工具水果刀、菜刀均没收。台中地院表示，姓洪的查甫人承认犯案，敢若伤害故意，佫提出精神鉴定。不过合议庭认为，姓洪的查甫人是有计划去伤害人，佫用自我毁灭做理由，造成社会惊吓，无符合减刑条件。杀人罪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杀人未遂会当减轻刑期，毋是轻判。依照刑法第25条的规定，它就是可以按正犯之刑减轻之。好，所以最后就杀人未遂的部分，2次的杀人未遂，一次是判7年10月，一次是判6年8月，然后再加上恐吓、危害公众1年6月，最后是定有期徒刑10年。我没有什么想法了，就判决就好了。宣判即日，姓洪的查甫人甲被害人拢无出庭，被害人家属讲尊重司法判决。台中地院强调，这个刑期袂当换罚钱，专案也会当上诉。因那民事定姓洪的查甫人已经甲柯瑞显调解成立，细丽的少年仔甲中介公司也未调解成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林武一间幼儿园，互家长指控有不当管教的情形，因为因的囡仔第一天去上课就受伤，而且呢，嘛有老师是真粗鲁，甲囡仔揪来揪去。另外呢，有21个教保员是亚康讲，这个幼儿园因的食食拢无够清，而且无证照的老师也照常咧甲请。针对这个指控，这幼儿园是驳回讲，拢毋是事实，无排除会提告。过家长25放学来到幼稚园门口，甲园方对峙，这个囡仔受到不当的对待，警方嘛到场关心。家长指控高雄林武一间幼稚园疑似不当管教，有囡仔第一天上课就受伤，还有人互老师粗鲁黑白语，嘛有学生疑似互其他的同学欺负。没有影像，他们不承认是在他们园所发生的事情。可是一个4岁的小朋友，怎么可能明确说出是哪几位小朋友在哪里，在溜滑梯的地方，他都可以明确讲出这些地方了。哪里会痛？他往巧虎娃娃的侧边这边摸了一下。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联想得到会有做这种动作的这种事情。囡仔受的伤，互家长心痛，家长质疑园方拢无关心。还有已经离职的教保员表示，学校用无清的食材供应餐点，佮聘用无证照的老师。9月多10月，那一个老师才被请辞，一个离职，一个没证照的。他是今年一开始在带小班。面对家长甲教保员指控，园方26态度坚硬，表示拢是不实的指控，无排除提告。过教育局来查看，里面的东西都是新鲜。离职员工因为想回来，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职缺，我们没让他回来，他就开始做这些有没有的指控。他是排错位置，他赶快速的搭着他地板往后退到后面那条线。幼稚园强调，甲家长做伙看监视器，并无发现囡仔受到欺负，无理解家长的指控，双方讲法拢无同。针对幼稚园疑似不当管教，甲提供无清的食材，教育局甲卫生局嘛介入调查，要厘清代志的真相。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今仔日是12月26，也就是甲新年上尾一个天赦日。伫咧民间的信仰内底，这就是向玉皇上帝来忏悔、请求赦罪的好时机。伫咧台南是有宫庙来款福地啊，互民众会当摕来祈福，也办法会替信众来消灾。
台南真出名的台湾手表天坛，伫过年前有真侪人来庙拜拜。原来记得是甲新年落尾一个天赦日，不少信众夜香读素盆，祈求消灾解厄。无论伫庙内也是庙埕，嘛通看到桌顶一地地福地啊，这是庙方特别款的贡品，每一项各有特别的意思。都爱有缘来啦，提供呢拜拜呢。就像我们的格啊，就步步高升。还有呢，这个是鲜渣，中药的鲜渣，圆圆满满，寿面就是祝福就每一位那个信众都可以长寿。另外，伫永康的凌霄宝殿武良宫，人共款客，即天庙方唔那办法会替信众消灾祈福，也准备通天香甲祈福针，互信众卡，这嘛向顶甲信众求的代志，互天顶的神明知影。外口阁兼有现煮的红圆，互大家食了事事顺利。阮兜拢有惯习讲，今年的最后一天的迄个天赦日会当看几道，然后来遮感谢众神的庇佑，然后我会传遮的纸拢是家己拗的，拢较有心意。每一厝的天赦日、平常日，拢有点通天香。何谓通天香？就是主打天庭啊，甲所求啊，所愿的安尼。一定有求必应。庙方表示，伫传统习俗内，天赦日是一档内面的好日子，嘛，互人讲伫即天去拜拜，通赦免家己的罪孽。一档敢若会出现6至7界尔，是真难得的良时节日。记者李顺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非洲的国家莫桑比克10月的时阵，总统大选有争议。即马这街仔头抗争还未结束，也毋过呢，首都一间家角就已经传出暴动，是有33个人死亡，也阁有1500多人走出来。即马当地政府是警告讲，未来48点钟内，这犯罪案件可能会增加。莫桑比克的首都马布多的街仔路，经过几天来的动乱，看起来是密密麻麻。红放火的建筑，搁在呛乌烟，一个加油站的窗仔门拢互拍破，店头的物件嘛互抢了乱七八糟。银行的提款机嘛互破坏。当局指控讲，当地一间家角在抗议群众的鼓励之下发生暴动。grupo de manifestantes subversivos aproximaram nas imediações daquele estabelecimento prisional, fazendo barulho às suas manifestações, exigindo que pudessem retirar os presos ali que se encontram. 警方指出讲，这家角的犯人是趁乱边过壁了后逃走，过程中和想要甲因阻挡的狱警发生冲突，造成至少33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拢总有1534个人成功逃狱，其中150个人后壁各互抓着。Do que se espera depois de sair 1.534 reclusos que cometeram altos crimes no país? Então nós esperamos nas próximas 48 horas, uma subida vertiginosa da criminalidade na cidade de Maputo, todo tipo de criminalidade. 警方讲，在上时，有另外2个家角嘛发生犯人想要逃狱的事件。这动乱的起因，主要是因为莫桑比克最高法院23裁定讲，执政要半世纪的莫桑比克解放电线党候选人查波，在10月的总统大选选赢，引起指控选举有备案的反对党强烈不满，因发起的示威抗议演变作群众的暴动，在全国各地摊开。对巴伊甲丹已经有21个人在动乱内面无命，而且对总统大选结束到即马，差不多已经有150个人在抗议活动内面死亡。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2004年，南亚大海啸到呾拄好满20年。迄当阵，这规模9.1个大地震，互周围14个国家，包括着印尼、泰国甲斯里兰卡等国，这沿海隆重引起，是造成23万人死亡，170万人有路无厝。真侪罹难者的家属对迄场天灾所带来的这个痛，也是放袂落。所以各国呢，伫满20周年这天来举办纪念仪式，哀悼牺牲者。在个梦园内底，妇女听到悼念的歌，头日日替南亚大海啸牺牲者祈祷。Kita kehilangan lah bang kan, namanya juga keluarga kita, apalagi abang kita, kakak ipar kan anaknya. Sedih lah bang pokoknya. Yang nggak orang rasain lah gitu kan, beda-beda lah kan ininya kan, ya sedih lah bang kehilangan keluarga.
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外海9点1地震造成南亚大海啸发生，和xuất發海域周圍國家，包括印尼、泰國、斯里蘭卡這些所在，差不多23萬人罹難，170萬人無厝通轉去，到暫時還有人下落不明。各國嘛佇滿20天的這一天舉辦紀念儀式，追悼犧牲者。這場天災在印尼都有超過17萬人罹難。在印尼雅齊省的雅齊地區，有一個帶14000多名犧牲者的公墓，嘛舉辦追悼儀式。斯里蘭卡犧牲人數是超過35000人，死者家屬甲追悼的人組織去坐修好的列車，到xuất發地點追悼因為海嘯造成列車敗鏈死亡的1000名罹難乘客。而泰國犧牲者差不多800人，其中一半攏是外國遊客，還有真濟人失蹤。犧牲者的家屬在南部沿海的莊仔頭辦南開幕的海嘯紀念公園獻花追悼。พี่สาวกลางคืนเราก็โทรคุยกันปกติแต่พอมาณวันนี้เมื่อ20 ปีที่แล้ว。在泰國南部臨海潘雅會一間飯店，個會舉辦海嘯的紀錄片放映會，還有政府的追悼儀式，甲非官方團體就業活動，一直無共所在舉行。除了這個國家，包括索馬利亞、馬爾地夫這個國家，都有上百人在這場地震內底犧牲。雖然20天過去了，不過這場世紀浩劫，到暫時有關無法度平復幸存的人，還有罹難者家屬的痛。公視新聞台是董炳玉。全社會防衛論成委員會第2屆開會，這賴總統表示講，台灣提升全社會防衛論成是國際社會的期待，宣布明年開始針對辦安平安的演習會來整合，改號做2025城鎮論成演習。另外呢，這總統府也頭改來主導島仔頂的推演，要用有上定無劇本的方式，和中央地方甲民間會當共同參加。立法院3讀通過財委會修正案，行政院預估各項預算可能為 GDP 佔2.4%，降到2.0%，減800多億。各項報告除了嚴重衝擊咱國建軍備戰，甚至會影響國軍台語的提升。我們希望我們這個國防預算呢，都能夠不要受到任何的排擠，能夠按照我們的這個整個的一個需求如期的獲付。如果說這個國防預算沒有辦法按照我們的計劃如期的獲付的話，那當然對於這個軍人的調薪的方案等等其他各方面，當然一定都會造成影響。面對中國軍方的威脅，咱國嘛持續提升防衛準繩。羅強調總統上任了後，設立的全社會防衛準繩委員會2日開第2屆的會議。總統致辭的時陣宣布，明年開始針對防空和救援的辦安平安演習，重新整合做2025城鎮準繩演習。將完全以不依賴國軍資源的方式，參考國際最新的經驗來設計，跟漢光演習能夠有所區隔，而又能夠相互資源呼應，驗證民防、災防體系執行保護國人行動的能力。在委員會進前，總統府嘛頭一屆主導兵棋推演，結合中央地方甲民間觀察員共同參演，採用有上定無卡本，假設發生高強度鋪設地帶行動，甲面臨衝突的狀態，驗證政府各部門緊急的應變、功能整合甲處理的能力。較無法考量到各單位在資源相互依賴以及聯動的情況底下，未來建議還必須要強化複合式威脅的應變能力。強調對人地震給信息。咱國攏會當真緊來反制，有好嘅災害預防因應嘅機制，甲快速應變嘅能力。不過，演練嘅過程嘛，發現中央甲地方抑個各部會之間聯絡嘅機制也會加強。記者綜合報道。立法院即馬已經3讀通過憲法訴訟法、選罷法甲財委法，其中呢，這憲訴法修正草案已經送去到行政院。原來行政院是表示講，佇明年1月初2之前，就會決定敢要提出復議。原來民進黨團是表示講，會對憲訴法、選罷法來聲稱釋憲，同時提出暫時處分，而且這時間點可能是會佇總統公告了後，也有新法實施進程。立法院頂一日在衝突當中，3讀通過憲法訴訟法、選罷法、財委法，其中憲訴法修正案已經在2日送去行政院。行政院講，甲受影響上大的司法院討論了後，一定會在法定的期限內，明年1月初2之前，決定敢是要提出復議案。我們會嚴厲對這3個法律，會採取站在行政院應該有的角度跟立場，維護各種的權益。所以我們要準備要提出復議。但到底提出哪一項的復議，我們想還要跟我們的
学界专家做更多的了解。行政院讲，等收到财委会甲选罢法修正案了后，会进一步建议救济方式。不过，因为财委会对行政团队冲击真大，提出复议的几率大，选罢法会搁甲相关的部会沟通。根据了解，复议若失败，行政院按算伫总统公布法案了后，要未生效的3天内申请释宪，甲紧急处分。立法院民进党团是大声表态。我们照我们的宪法，我们提出暂时处分释宪。那行政院也一定会提复议案。民进党要穷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救台湾。考虑到时间，若目前白色大法官愿意受理，决定暂时处分，规定大法官上少人数爱10个人，违宪判决至少爱9个人同意的宪诉法新法，上长可能会冻结6个月，引起国民党立委的批评。今天我们宪诉法已经通过了，10个人才能开会，结果你8个人就要硬开会，用你这空窗期来碾压立法权。如果真的这样做啊，我觉得我不排除要去包围司法院的。新的一年，朝野可能会继续修法的攻防战。记者综合报道。又搁查到分酒的违规来看，这是海巡署警方分署的台南查缉队，伫个家己呢是掠到私人咧做粉的工厂，而且因搁查到这私粉有5万多包，2个嫌犯也照违反分酒管理法，送家己县府分酒管理科来裁处。不要动，你不要动，我快，我不要动，好了。你不要动，这是阮的证件。你不要动，阮是台中市警察局的分局的。特别甲一箱的私粉再出门，煞互海巡署专案小组甲人甲证据拢藏着。海巡署警方分署台南查缉队顶个月14伫咧嘉义侦破私粉工厂，查扣更粉，还有制粉机具，大约55748包，当场甲2位嫌犯抓起来。当场查获何姓民众等2人载运私烟及其产制私烟工厂1座，并查扣卷烟约55748包及制烟机具1批。相关单位进入到工厂内底，发现不少业者为了要赚侥幸钱，利用品质歹的薰草下脚料，而且选择真歹发觉的业听农舍山区，或者是厂房设立地下私粉工厂，贩卖内容物成分不明，而且伫咧卫生环境垃圾生产的品质歹的私粉，调除摕去俗价市场卖，赚侥幸钱。锁定劳动市场，低价贩售，赚取高额价差，对民众健康之危害更胜合法烟品，严重破坏经济秩序。海巡署表示，品质歹的私粉逐包平市价减40到50块，通路多数是夜市、槟榔摊，还有柑仔店等等。人客主要是以劳动阶层为主，尤其是员工。专案以违反分酒管理法，分别函送嘉义县政府分酒管理科裁处。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听咧讲，这天气有可能是会寒到跨年。来看这明仔载开始，全台湾又搁要变做是淡冷的天气啊！各地头拢有可能是会来落雨。拜六开始是会转做是大冷的天气。气象署表示讲，今年头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拜六就会到位，到时阵这全台湾拢会冷叽叽，可能是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所以提醒民众千万要爱穿好些，唔通去感着啊！拜四日是出外的民众游玩高山外套包条条，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地区的拜四上关温干那19度到20度，南部关温有到27度，南北温度是差真大。气象署也表示，对拜五开始受南风混合影响，全台各地头拢有可能会落雨。而因为水汽比较多，下雨云多，所以再加上冷空气南下，天气的感受上会是比较湿冷的一个形态。那这个水汽影响的时间大概就是以明天礼拜5这一天为主。气象署表示，淡冷的天气会维持拜5几天，刷落来会渐渐转大冷。拜六会迎来今年入冬头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全台温度会直直降低，中部以北可能会出现11到13度的低温，部分地区甚至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因为这段时间同时会是比较干冷的天气形态，那辐射冷却效应也会相当的明显，所以强烈冷气团再加上辐射冷却的影响，其实是有机会让温度降得更低。感受上，在这个时间点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几乎是寒流的感受。
气象署特别强调，礼拜受强烈大陆冷气团加上辐射冷却的影响，伫北部地区、中南部空旷地区，佮有华东唱国的民众，要注意早暗温差会差真大，提醒民众早暗一定要忌晒衫，避免感着。记者张家嘅王兴忠台北报道。好，天气有影是真寒哦。来看这创世基金会，伊是发起募款，要来执行限时食130的计划，会送年菜加生活用品去互弱势家庭。也毋过呢，因为今年这善款是无写到，到呾要办这慈善活动是要搁欠5成的经费，所以基金会是来呼吁社会会当做伙来做爱心，帮助弱势者，互因会当好好啊过年。过去创世基金会会举办限时围炉活动，开几千桌，互弱势家庭来围炉。但是受新冠流感疫情影响，已经停办4年。这几年改送福袋啊，送到弱势家庭厝内。照顾一个植物人1个月大概平均要5到7万，好，所以这样子的1整年的经费其实是非常庞大的。创世基金会、华山基金会、仁安基金会今年按算传14000份福袋啊，互家友、食物钱、单亲家庭这款弱势者。福袋啊内底有小可下小就通食的年菜组合。红包、日常用品，但是目前捐款的状况并无理想。可能疫后之后，很多企业都会觉得，景气复苏啊，应该大家会去 take care 社福团，可是可能你这么想，我这么想，可能大家就退了一点，所以导致这样子的善款有一些受到影响。基金会表示，疫情过后，虽然民众感觉景气复兴，但是基金会的善款来源却减少。今年过年较早，时间较赶，加上送到厝的服务需要更较侪人力来负担，这拢是挑战。基金会表示，到他专案募款进度只有5成左右，因呼吁社会关注，斗阵捐款做爱心，互弱势者伫咧过年期间会当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记者讲李卓凯台北报道。相信民众拢有看过这款的画面，伫咧路林的，咱是定定会当看到一寡做资源回收的人，也毋过因的行动煞无受到重视，甚至呢，互人家看作是制造环境问题的人。有民间团体是针对遮做回收的工作者来做调查，发现因一冬内这回收的量其实是未输互清洁队，希望政府互因正做是资源回收系统的工作伴，也通来改善因的待遇。路林，咱有当时会看到 Q2转的回收者，甲咱社区侪资源回收物送去到回收场。毋过有回收工作者表示，像台北网甲20年前有15间民间回收场，即马收到要无半间，因着要行愈远的路去被回收。保新街那个回收厂它停了以后，那垃圾量都增多了。然后我本来去保新街只要10分钟，我现在到西藏路要差不多1个多钟头。根据民间团体今年上新的调查，发现各县市有列7个回收工作者，今年的回收量有64万吨之多，实际上未输互清洁队69万吨的回收量。但是调查嘛指出，这回收者所面对的算是无公平的劳动收入，有77%的回收者1个月收入无够6000块。民团认为政府应该爱重视回收工作者的社会贡献，互因有较公平的待遇。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收到的回收基金，就大部分是分配给比较大型的上游的处理厂跟回收厂，但他们那个基金并没有能够直接补贴到最下游、最基层的拾荒者跟地方回收厂这样子。那这样子，我们会认为这样子其实对于回收的劳动贡献来说，这样的分配是不均等的。虽然环境部有资源回收管理基金通补贴回收业者，不过民团指出，敢若大型的业者才摕到钱，底层的回收工作者根本就摕袂到补助。劳团认为政府毋但爱制定合理的回收计划，嘛要协助这的回收者，互因正式正做资源回收系统内底的工作盘。去透过更多的协助地方的回收厂，然后让回收厂能够跟拾荒者形成了一个我们在讲的完整的合作关系，甚至是雇佣关系，让拾荒者可以在一个好的回收站或者是一个公共的空间里面去从事一个安心的拾荒工作。民团表示，目前虽然政府有自收关怀计划，和回收工作者通有较好的回收绩效，不过1个月才通领到钱，对侪生活欠用的人来讲，真无下需求。因认为爱修改施行的方式，嘛希望政府考虑外国的做法，规划社区型的回收空间和回收者使用，安尼才通有效管理，嘛通减少社会冲突。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
去年3月时，伫新竹发生火烧山意外，迄当阵是拢总有79公顷去互烧害去。即马林业署是来珍惜资源，甲犹阁会当使用的茶菇重新来甲整理，制作百外组的桌仔甲椅仔，来关乎新竹县偏乡的国小，互遐个囡仔会当有较舒适的读册环境。已经烧上去了，这个人已经无法到达。目前我们在23K 半。 去年3月，新竹县火烧山意外，造成79公顷的树林遭受损害。林业署为着让珍贵的木材袂拍算去，特别经过处理，把柴枯摕来做学生上课用的桌仔、餐椅仔，送予偏乡国小使用。以前的课桌椅都是摇摇晃晃，然后会有高低，然后桌子上面都会有凹洞，还有画画的啊。现在新的都不会摇摇晃晃，写字的时候会比较平整。然后旧的时候，旧的桌椅以前就比较不好写。 透过再造计划，唔但让这木材会当重新再利用，也让大家更加重视森林资源的重要。校长认为，这对囡仔是真好的教育题材。让学生呢可以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更认识所谓我们的林业文化以及我们的自然保育的部分，让我们的台湾的生态可以永久的保育下去。让这个课桌椅呢变成是在地师生认识在地的这个森林资源，还有人工林的这个永续利用最好的教材。那这套新的课桌椅呢，它不只是永续利用的展现，它同时在这个课桌椅每一张课桌椅上面都有标示了它所储存的这个碳的二氧化碳的这个蓄积量。林业署指出，会依照灾后现场树仔健康的状况，按算伫2027年进前规划5个阶段来完成重新造林计划。目前已经完成10公顷的人工造林，希望量早恢复永续的生态环境。记者狄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嘉义水上的镜头这个所在，伊较早是山线甲海线的交界。做打工的来到这，其实拢真需要加穿几双鞋啊，通好行入去到市区内底。这也带动当地这个草鞋的发展。即马镜头文化艺术发展协会是结合创意来开发草鞋的文化，要做回来保存这个在地基地。社区的长辈摕家私来讲稻草，甲草好讲轮了后，才阁摕来做草鞋啊。镜头文化艺术发展协会讲，因草鞋下底阁留一寡稻草未加掉，安尼唔能会当保护脚底，穿起来会阁较软。落靠拍的拢是用草丝编的，草丝就较硬，就无弹性啦，吼。所以讲伊说穿起来有一个高度，有一个弹性，所以讲咱的草鞋在去边一般落靠穿的无共。所以讲阮为细汉阮个来讲，这是市底的草鞋。协会表示，以前要你去山区，也是要去海线的人。拢有伫遮新买草鞋啊，准备刷落好替换，所以较早遮大户拢会做草鞋啊来趁外路啊。即马敢若剩2位是大哥有咧做，长辈讲做草鞋啊真辛苦，嘛爱看天来食饭。海边来的，为山顶来落来，拢是爱行路嘛，行到这挑夫啊，哈，他们就又要走到嘉义市区去卖他们的渔货，那还是要走个2-3个小时，所以说他们可能就会买个几双备用。拄着落雨，你就无法度啊咧。因为这草袂当压着淡啊。这个也是要靠天气。你若压着淡哦，越烂呀、后呀。协会2当前开始推广社区时代做的草鞋，讲无共的材料结合创意做新的物件。我若要甲这个功夫学起来，嘛互在地基地，亲像长辈做的草鞋啊共款，会当一直继续行落去。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屏东县有全国唯一一座王船文化馆，伫12月17就要来开幕啊！因是以东港迎王5大主题来展示信仰甲地方的连结，嘛邀请到王船的制作团队来起造一只42尺长、坐垫专门咧用的王船，就连这造船的图也甲保存落来。东港
档七角头11位王爷新尊伫咧社图典礼完成了后，今生就安伫咧王船文化馆内底，嘛宣告这座文化馆正式完成。3年一考的迎王是屏东重要的祭典，为着要保存特别消失的传统工艺，王船文化馆头一场的特别展览是以阮的日子做主题，传达东港人王船文化的日常。阮王爷的阮和阮东港来这个阮去做一个结合，希望透过这个展览，互当愈多人知影讲，其实伫阮对阮东港来讲，不管是伫大考年迎王的时阵，也是讲伫俺平常时每一天，其实阮王爷对阮的生活当中拢有足重要一个存在。展览内底有传承王船文化重要技艺师的作品，嘛有展示八领去甲东龙宫招来的王爷龙袍，互民众会当欣赏传统神明衫有路的制作手法。上显目的是这只东龙宫的师傅打造的42尺长电装王船，船身有八仙图甲东港的海产，造船的时阵手画结构设计图嘛拢有保留落来。一颗一颗的王船那个做好。开工了，那个送王船，哇！这个时阵对咱东港地面来讲，到这个文化馆，敢保留了咱王船的这个文化活动的，大概是非常的切要啦。配合王船文化馆27正式开放，王船文化馆的外墙嘛有精彩的光雕秀，互民众那亲像伫咧祭典的现场，感受迎王闹热的气氛。开幕前3天，开放的时间拢会延长到暗时9点。记者邱昭勇屏东报道。再来看台中北区的保安宫，伫咧5当前咧整理的时阵，发现3支电影的底片。这底片内底就是记录60当前保安宫去到台南进香的画面，有真闹热的顶头，也有影过台中的街路景致。这边也按算伫咧后个月月初这个初时的时阵公开来放送，邀请民众做伙来看珍贵的历史画面。乌白的电影纪录片，翕的是60年前台中保安宫去南昆新进香的画面。济参与挂香的民众，热烈的顶头，佮过去街路的景色。早前的画面重新播送，民众坐伫标顶前紧紧看，大家拢真笑脸。看到迄个景色嘛，真怀念。较早有迄个3轮车吼，迄是阮囡仔时代才有咧坐，即卖都无得看。较早咧穿插机较嘛真精济啦吼，对，啊，佫有这样穿机炮啦。台中北区的保安宫主要服侍5府千岁，为1950年开始，逐年拢会去南昆新大天府甲麻豆大天府进香挂花。庙方5年前整理庙事的时，意外发现3支电影底片，是过往的知名电影工作者何令明导演所翕的进香影片。影片呈现60年前保安宫去台南进香的珍贵画面。即摆这个时代已经无度放映啊嘛，拄好找到这个张大哥，用一个古董的迄机器来放这个影片安尼。真正吼，弄一个角头，放60年的时阵，拢浮去啊。所以我每一个剪接过的所在，我拢甲真正放的时阵，才真顺利。有翕到讲咱台中市足侪讲的地点，像讲咱台中路的一个火车路巷，代表讲因要出去咱南部的时阵，会经过一个所在。即马较发展的关系，足侪厝拢无留落来，所以讲咱对这个影片会使看到咱台中市一寡以早留来的一个部分安尼。庙方表示，这边找到的纪录影片，呈现1960年代台中的景观甲民间信仰的活动。除了进行所谓典藏，也伫后个月初四伫保安宫举办播送活动，希望互更较侪人看到早前的历史影像。记者杨淑晴台中报道。台湾第一酷大廖清基老师呢，今年已经90岁。在政府的支持之下，廖清基歌戏文教基金会是来推出第2套的经典剧本集。这内底是有7出老师家己创作的经典戏，除了手稿，也有老师的访谈，就连台词也经过台语文的审定。希望这款珍贵的文化会当代代相传。为保母囝性命，爱用力拼伊。歌戏演员伫人间国宝廖清基艺术边啊，唱出做一个母亲伫生产的过程中辛苦使人感动的一面。这段戏是廖清基老师家己的经历。
甲伊生囝时坚强拼命，甲囝生落来经过编伫歌戏内底。为着要保存廖庆基艺术的经典戏剧，佮有戏出创作的思考过程，廖庆基文教基金会伫政府的支持下，推出第2套的廖庆基歌戏经典剧目剧本集。你若人的心情啊，心情的上舞台做伊有一个通看，有通看这种这阵人是安怎做。台湾第一科段廖庆基老师今年已经90岁啊！伊讲第2套剧本集是让20档，搁再收集7出戏出，内底毋但有手稿，搁有创作的口述访谈。剧本也经过台文的审定。歌戏剧团团长也表示，希望透过完整有系统性的记录，互外界了解传统表演艺术的文化底底。我们为什么希望能够透过歌仔戏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跟推广，让大家可以在一个寓教于乐的方式去熟悉我们自己的台语的语汇，包括用台语，来认识我们自己的台湾的这种风土人情、人文意识。剧团指出，歌戏是台湾早期民间的娱乐之一，廖庆基艺术规世人的岁月拢贡献伫歌戏，希望透过保存记录，互歌戏代代传落去。记者张家嘅王兴忠台北报道。世界潮流街来看，泰国最近又搁有新的动物明星，就是清迈的2只金虎。因的身躯呢，这花蛇是有较浅，是真罕见的物种。伫个野外出现的几率是无到1/1000。也毋过专家也来警示讲，毋通标工为着这款的花蛇，互虎啊去近亲生脱，来影响着生态。画面内底这2只2岁的孟加拉虎，是泰国清迈夜间动物园内底的虎。伊独有的花草加上流利的演出，互因才公开表演半年尔，就成做社群媒体的名称。一礼拜4届的表演，逐场是拢坐甲满，甚至有游客讲实在是真古锥，想要甲摸回去。รู้สึกว่าอยากเอาเอวากลับไปเลี้ยงที่บ้าน น้องเหมือนแมวมากๆ อยากได้แมวยักษ์แบบนี้กลับไปเลี้ยงที่บ้าน。分数顶有这款色水的花条的虎，叫做金虎，是因为产生黑色素的基因退化，因规分数才会呈现那像较浅的金色。嘛因为这线条较浅色，看落较袂像一般的虎遐尔歹，嘛变做是戆呆个古锥的模样。有专家指出，这种金虎比分数是白色、有黑色线条的虎，还佫较罕见。人饲的全球差不多有30只，也若伫野外出现的几率是无到1/1000。ก็คือเสือสายพันธุ์นี้เป็นเสือหายากค่ะแล้วก็พบเจอได้แค่ศูนย์ขยายพันธุ์สัตว์ทั่วโลกเท่านั้นหรือว่าในสวนสัตว์เท่านั้นค่ะก็คือตามธรรมชาติ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พบเจอได้แล้วนั่นเองค่ะ不过，有专家表示，金虎的出现是因为基因退化，这并不是好的现象。有部分的繁殖中心甲动物园有可能会为着要追求独有的花草，互虎近亲拍种繁殖。安尼可能会致使虎一个出世，自来就戴镜头，或者是基因出问题比例加悬。这种行为无值得鼓励。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明仔载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5度到17度。中部地区是15度到17度，南部地区16度到20度，东部地区是15度到20度，外岛地区11度到18度。来到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